個月一出糧，交租、俾家用、找水電煤，仲要俾埋細路啲補習費，最後找清埋張卡數。你滿懷希望咁用指紋 unlock 嘅 e-banking 一睇，哇，個戶口得返嗰4個位數字，仲要係一字頭嗰隻，嗰種感覺真係好似望住自己條髮線急速後退咁，一去不返。日頭返工，香港好多打工仔都俾老細當榨汁機咁狂捽數追 KPI。放工喺金鐘站呢，又要同幾千個行屍走肉嘅人玩沙甸魚生存遊戲，好唔容易先返到屋企，成個人好似俾人抽乾晒精氣神咁，只係想攤喺梳化做一嚿識得呼吸嘅爛泥。夜深人靜，你實會彈個得人驚嘅問題出嚟，唔通我呢一世人就係咁樣日復日、年復年，好似隻倉鼠跑圈咁樣過？如果你以為呢種深深嘅無力感，純粹係因為你唔夠錢使，或者個人諗嘢太灰，咁你就跌入咗現代人最大嘅陷阱啦。今集我哋要講嘅呢本神作，哈佛大學學者 Arthur C. Brooks 喺2026年最新出版，引爆全球話題嘅《The Meaning of Your Life》。佢一針見血咁話俾我哋知，你成日覺得人生空虛，好似倒模咁，根本唔係你心情差，而係我哋大腦喺物理層面上已經不知不覺俾現代社會徹底格式化緊啊！喺度順帶一提啊，早排有位觀眾留言話：喂，書豪，你把聲係咪 AI 生成㗎？嗱，我喺度100%拍咗2粒喉糖嘅真人真聲同大家講，喺呢個咩都可以靠 AI 代勞嘅年代，真實嘅血肉感先係最珍貴嘅，亦都係今集呢本書拯救我哋空虛感嘅唯一解藥。如果準備好，麻煩大家幫手撳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即刻入戲肉。首先呢，Brooks 喺書入邊提出咗一個極具顛覆性嘅神經科學概念，叫做大腦半球質化。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啲係以前嗰啲雜誌講嗰啲咩左腦理性右腦感性嘅老土心理測驗。現代科學好殘酷咁話俾我哋知，大腦神經元嘅生存法則係用進廢退，即係你用佢，佢就吸晒啲能量變大隻；你唔用佢，佢就縮水。你試下咁樣想象啊，我哋個左腦天生就好似一個算死草兼極度苛刻嘅 project manager。佢嘅強項係超狹窄嘅微觀焦點，日日揸住張長過清明上河圖嘅 to do list， 鎖定目標，講求極致效率。佢下下同你計住件事做得有幾快，投資回報率有幾高。右腦佢就好似一個好有同理心嘅心靈閨蜜，或者一個超到爆嘅藝術家。佢擁有廣闊嘅全景視野，唔會同你計較今日賺咗幾多錢，慳咗幾多分鐘。佢嘅職責係幫你理解人情世故，感受當下嘅微風，體會身邊嘅愛，同埋建立人與人之間最純粹嘅連結。以前嘅人日出而作，夜晚冇得碌 IG， 右腦有大把時間分泌血清素去感受生命。但今時今日呢，由朝早撳熄個鬧鐘嗰一刻開始，成個社會就係一個巨大嘅左腦健身室。各位朋友，有冇發覺我哋現代人已經俾數字搞到黐咗線啊？買棵菜要計住儲幾多積分，放假跑個步都要帶住隻智能手錶度住個心跳同配速。跑完第一時間唔係飲水喎，而係 cap 圖 share 上 IG 睇下呃到幾多個 like。最癲係連瞓覺都要追個睡眠分數，搞到好似聽朝要對住張成績表瘋狂追分咁款。講到追進度、追數字，相信大家都試過一種極度痛嘅領悟。例如網購買件心頭好，我哋成日會身痕，不自覺咁狂 mon 住個物流 app， 你就咁金睛火眼望住個 mon， 睇住個狀態由已經出咗倉，慢慢跳去派件中。每一次 refresh 個畫面，你大腦都會喺度瘋狂飆多啲多巴胺，期待到好似等緊咩拯救地球神聖嘅時刻咁。但係當最後彈出已簽收，你真正拆開個包裹嗰一刻，多巴胺就會極速退潮。開心咗3分鐘之後呢，轉個頭咪又係將件嘢掟埋一邊，成條死魚咁攤喺梳化瘋狂掃 WhatsApp 同 IG， 心入邊極度空虛啊！呢個呢，就係 Brooks 喺書入邊講嘅大魔王到達謬誤。我哋個左腦好鍾意畫大餅呃神騙鬼，只要我升到呢個職位，只要層樓供斷咗，我就會覺得人生圓滿㗎喇。但殘酷嘅神經科學事實係，左腦釋放嘅多巴胺只係一種驅動力，唔係享受啊。當你到達目標嗰一剎那，多巴胺極速退潮，隨之而嚟拍打你海岸嘅，反而係一陣更深不見底嘅空虛啊！嗱，點解我哋嘅大腦會變成咁嘅呢？呢個就要講到我哋依家身處嘅社會環境啦。
以前啲人日出而作，夜晚冇得碌 IG，右腦有大把空間去分泌血清素去感受生命。但今時今日呢，你今朝早撳熄鬧鐘嗰一刻開始，成個社會根本就係一個巨大嘅左腦健身室。我哋個左腦呢，就好似一部極度冷血嘅計數機，日日揸住張 to do list 鞭策你。佢講求極致效率同投資回報率，而右腦呢，係一個超到爆嘅文青藝術家，佢負責感受當下，體會愛。點解我哋依家日日覺得自己似隻倉鼠喺個籠度狂跑呢？因為你個左腦已經操到變咗少林寺18銅人，但你個右腦呢，就餓到得返半條人命咋。當你個右腦餓到發慌，人生開始覺得迷茫，好攰嗰陣，你估下左腦會點做呢？佢唔單止幫唔到手，仲會搞出一場死局。我哋依家已經進化成一班轉數極快，但內心肝糖肝到龜裂嘅現代野蠻人。當你覺得人生好灰，冇咩意思嘅時候，你以為個腦會攬住你，沖杯熱茶俾你嘆，咁就錯啦。你個過度活躍嘅左腦就好似一個西裝骨骨揸住條鞭嘅黐線 CEO 咁跳出嚟大叫：喂，人生有問題啊！喊咩啊喊？即刻去解決咗佢啦！快啲畀3個方案我，聽朝9點前擺喺我台面。於是乎，你真係走去報多2個尋找人生意義嘅 Masterclass， 或者半夜3更喺 HKTV Mall 瘋狂掃貨去填補空虛啊。Brooks 喺書入邊一嘢就督穿呢個荒謬。佢話試圖用左腦嘅 KPI 優化方案去醫治右腦嘅意義缺失，就好似你部冷氣機唔動，你竟然走去用漂白水瘋狂洗個冷氣機遙控咁啊！根本就係9唔搭8，黐咗線啊！如果淨係你自己一個人發神經都算啦，最得人驚嘅係呢種左腦毒素已經靜靜雞咁入侵我哋最珍貴嘅私生活啦。好多人難得請到幾日大假，同另一半飛轉東京，為咗極致優化個行程，出發前整個張 Excel 表，密過李嘉誠個 schedule。行下街，另一半見到間好有 feel 嘅隱世小店，話想入去飲杯嘢唞下。你個左腦即刻響起警報，嗶嗶唔得，偏離航道，咁樣會錯過晏晝3點半嗰間網紅 pancake，預計損失150蚊打卡價值，然後一嘢就拉走對方。老實講啊，你使2萬蚊機票去 relax， 竟然連陪身邊人無聊飲杯咖啡嘅空間都冇，為咗所謂嘅性價比，將個 trip 搞到好似軍訓咁，真係慘過返工啊！就好似對住啲小朋友都係一樣啦。見到啲細路喺客廳無啦啦玩積木，笑到咔咔聲，好多父母個左腦又彈出嚟，笑有咩好笑啊？有冇教育意義㗎？砌得夠唔夠高先？係咪應該即刻幫佢報返個奧林匹克極速積木保證班，考返張沙紙呢？其實身邊人要嘅，從來唔係一個人肉 Google Map 或者麻辣訓導主任咯，佢哋只要你放低部手機，享受一個漫無目的嘅陪伴啊！當我哋盲目追求效率，狠心閹割晒所有負責情感嘅神經，我哋喺 Excel 上面係贏咗，但同時輸走咗成個人生啊！既然發現自己輸走咗個人生，咁仲有冇得救呢？梗係有。成日覺得個人好乾，生活好扯，係咪？其實病因好簡單，你個左腦行到過晒熱，直情要爆煲噶啦。而解藥亦都好直接，就係要刻意重啟右腦，餵飽你嗰個乾過柴皮嘅內心。以下提供俾大家4招反智大師嘅保命絕學。第一招，做零投資回報率嘅廢嘢，即係純粹嘥氣。特登去做啲喺世俗嘅眼中完全冇效益、生仔冇囉柚嘅事，例如收工唔好即刻衝上地鐵趕返屋企，特登兜遠少少去海旁聽下浪聲。呢一刻千祈唔好立部電話出嚟打卡，你一舉起部手機，個衰格左腦又跳出嚟幫你計 like 數，正喎，呢個角度起碼呃到120個 like啊！當你肯去做啲毫無目的嘅無聊事，左腦悶到頂唔順，自動熄機。咁你個右腦先有機會行出嚟唞下氣㗎。第二招，大腦微斷食，每日死都要抽20分鐘出嚟，熄晒所有電子產品。呢段時間千祈唔好逼自己做咩深呼吸、正面思考嗰啲嘢。如果連放鬆都要變埋 KPI 嘅話，你就真係嫌命長啦。容許自己做一劈爛泥攤喺梳化，做一嚿純粹識呼吸嘅人肉擺設，就咁喺度發吽哣就得啦。神經科學家一早證實咗，當你乜都唔做，大腦嘅 DMN 預設模式網絡先會真正開工，幫你重組心靈，激發靈感啊！第三招，擁抱摩擦力，即係自找麻煩。
你知唔知左腦最鍾意一撳掣就到嘅絲滑生活？最好一撳個 app 就有 Foodpanda 條友送叉燒飯到門口。但係人嘅意義呢，偏偏就喺啲麻煩嘢度生出嚟㗎。呢個週末唔好嗌外賣，親自落街市同個賣魚嘅阿姐過兩招，買條魚返嚟同佢死過，手忙腳亂斬到周圍都係水，廚房好似打完仗咁，最後碟餸可能燶燶地，但係一家人圍埋一齊笑住食，嗰種熱辣辣嘅煙火氣，先係右腦嘅終極大補丸啊！第四招寫張減法清單，人生斷捨離。想餵飽右腦，你要學識減法，推走啲表面老友，實際係嘥時間嘅無謂應酬，瞄咗嗰啲唔重要嘅，日日彈出彈入，搞到你心慌慌嘅 WhatsApp 群組。嗱，最緊要放低完美伴侶同神同仔女嘅執着，你嘅另一半唔係讀心神探啊！你個仔聽朝起身唔會基因突變變咗愛因斯坦嘅。清走啲離地嘅幻想，你個心先有位留畀重要嘅人。只要你肯試呢四招，你就會發現 The meaning of your life 根本唔係咩高深嘅大道理，而係一本實實在在救你一命嘅大腦求生手冊。人生嘅意義從來唔會係你爆咗數清完 KPI 嗰一刻，天降異象彈個金杯畀你。真正嘅意義其實好平庸，係陪住個仔問埋啲點解屎係啡色嘅九唔搭八問題，然後一齊傻笑，喺半夜三更同另一半吹水，畀個明啦一齊撐嘅肯定眼神，係流住大汗親手煮餐普普通通嘅住家飯。呢啲喺左腦眼中嘥氣倒錢落海嘅濕碎嘢，先至係你成個人生嘅靈魂。生活從來都唔係一張等住你瘋狂打剔、扯到爆燈嘅 to do list。生活係一首等你慢慢嘆嘅詩。如果今日呢集嘅解讀幫到你跳出倉鼠跑圈嘅死局，請你幫手撳個 like 同訂閱8分鐘一本書。我係書豪，多謝你嘅捧場，我哋下集再見，拜拜。